而家咧，我做呢組動作咧，就係調下肢，膝環下肢有不適嘅。我先做左腳，腳踭做續，內踝展，個腳踭踩住，用個腳趾公壓佢出去，好似畫圓規咁。之後我哋腳踭離地，伸直晒你啲腳趾，斜線直腿，腳背伸咗出去。咁而家咧，隻腳我未抬得起嘅，咁我哋就胸腰升，臀後坐，將個上身升起，將你個 pat pat 旋後，個腳趾向前伸，拉直呢條線，呢條就係斜側線咧，就係我哋嘅內側三陰線。咁停留咧要幾耐咧？最少10秒，可以多啲時間嘅嚇。咁啊，停完咗之後，我哋直腿回收正中前，就將個大腿捲翻入嚟正中。入到嚟正中之後咧，我哋嘅腳掌咧就放鬆，最少5秒，等啲氣血運行。停放完咗之後，轉為個腳踭向前撐。咁我哋就咧胸腰再升，即係上身升起，唔好冧落嚟。個骨盤一路旋後，個踭一路向前撐，產生一個對行力，拉直你個下肢，同埋個膝關節會微調嘅。最少停幾耐啊？30秒，可以加到1分鐘、分半鐘、2分鐘、2分半鐘、3分鐘，可以去到3分鐘嘅，視乎你嘅能力啦。好啦，你停完咗之後，要放佢落嚟，就唔一定掟佢落嚟，係個身微前，佢自己冇咗呢條應力線咧，佢就自己放翻落嚟啦。咁你就收步平步，腳放鬆。咁左腳做完咗之後，而家左腳休息，咁啊轉為係右腳做啦喎。動作同樣係一樣嘅，一樣係腳踭做續，內踝展，然之後腳踭離地。伸直你啲腳趾，用腳趾前掌斜線直腿拉出去，就腳背伸之後胸腰升，又係上身升起唔好冧，個 pat pat 向後一旋，就拉起隻腳上嚟。咁啊停留，又係最少10秒。停完咗之後，我哋直腿回收正中前，然之後就將你個大腿捲翻入嚟正中，之後就腳掌放鬆，再放鬆嚟停留咧，最少咧5秒，等氣血運行就轉為腳踭撐咁啊再次咧就胸腰升啦，上身升，唔好冧落嚟，跟住個骨盤一路向後旋咁啊腳踭向前撐，產生個對行力。咁你感覺咧係小腿收緊，大腿收緊嘅啦。咁你停咧最少又係30秒啦。去到1分鐘啦，或者多啲啦，分半2分2分半3分更多你都可以嘅只不過你嘅能力啦。好啦，我唔得啦，我要落低啦，咁你就個身微前，個腳咧慢慢佢自己會落翻嚟噶啦，你就收步平步，腳放鬆。咁要做幾多咧？起碼咧左右各10次，咁你先至感覺個療效嘅咁平時咧，我冇咁多時間，最少咧嚟講左右各3啦。尤其是你哋坐車坐得耐總之屈住喺度耐得滯，起身你覺得咧係唔妥嘅，咁你都做一做佢咧，你氣血充盈咗之後咧，你行步路都輕快啲噶啦。